咁啊飲，即係我咁飲完之後飲晒啦，咪放喺度咯，咁樣咯，咪證明你飲晒咯 ，OK？ 你最後飲，你記住咧，飲到最尾嗰啖嘅時候咧，雖然嗰個玻璃樽可能冇晒，但係可能仲有好多喺呢個飲管度咧。呢個真係食晒先好喎，如果唔係未得嘅喎，O 唔 OK 啊？其實我今日晏晝自己屋企特登玩過喎。喂，都幾難嘅，同埋最緊要咧，其實你哋頭先嘈飛咧起勢咁食咧，其實呢啲雖然係330 ml 咧，但係唔講得少嘅喎。支持你啊！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，好多撚晒啊，大佬！唔該，首先4支飲管插晒入去先，然後唔好吸住啊！我數3聲先開始啊，數3聲。嗱，數3聲，1、2、3，開始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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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快呢條節。其實呢個遊戲未完嘅，係要食多塊牛扒先當贏嘅。做嘢啦！做嘢！好勁啊！啤酒肚啊，真係勁爆啊！呢個。可能3年內咧。喂，其實頭先贏嗰組係邊個國家㗎？我都唔知。有一個仲有電視㗎嘛？係啊。先又係香港啊！喂，連下兩成喎，香港隊好勁喎！但係頭先贏嗰個好似去咗拖人。喂，OK， 翻埋位。唔該計時你計時 OK。嗱，唔該搶嗰個喺前面先啦，搶嗰個企喺前面先，企喺呢個拍檔前面先。企喺前面。喂，有大原來玩㗎，擺到明屈機啦，你玩？係啊，佢係㗎。喂，企喺前面啦，企前面，你企前面。企喺前面，乖啦，大個㗎啦，大個仔就乖啦，企前面先啦。喂，入晒站未？唔相干嘅人等唔該離開現場啊！係我哋計時未啊？喂，呢位同學仔好唔乖喎。嗱，我數3聲，由開始。咁 Holly 你會計時係咪1分鐘？係啦。咁啊，移動剪板唔該你自己周圍走啊，自己執生啊。好，thank you。3秒後開始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喂，唔該照及下我哋安全小板嘅工作人員嘅安全喎，大佬唔想拖下車咁樣，你唔好咁大啊！係啊，要貼翻埋啊，同埋係要完整嘅，唔該係要完整嘅，你整啲爛嘅唔計分㗎，整啲爛嘅唔計分嘅。同埋我想講，我唔記得幫工作人員買保險咧，就有啲咩事你唔好同 IPAC 買啲冇錢俾嘅，唔該。仲有10秒。玩多半分鐘啦！玩多半分鐘啦，好似好好玩咁。唔係啊，因為我哋咧整嗰啲 label 咧整得好辛苦嘅，咁你哋搣得咁少嘅唔過癮啦。喂，搣快啲啦，唔該。嗰啲
即係嗰啲，哇！突展露咗佢個本性出嚟喎，好似嗰啲殺人狂魔嗰啲咁樣啦。最後5秒。喂，咁快最後5秒啊？喂，係咪真啊？嗱，嗱，最後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唔該，個錢包可以翻埋佢先，收埋先。唔該，幫我手。你哋呢邊，企晒嗰度，唔好影相住。好，你自己2個先嚟搞掂，唔關我事。企晒嗰度，唔該。唔該。行啊！企喺度，貼住埲牆先，貼住埲牆先。喂，貼住埲牆，影完幅相貼住埲牆，唔該。唔該，貼住埲牆。好，喂，唔關你事啊，收埋位啊。喂，工作人員唔該計分係計心算嘅時候啊，計心算嘅時候啊，呢個10分啊呢個。哇！你好多10分喎，好多10分啊！我哋數下先睇。142分。142分。132分。唔該，大家企埋，企開啲，唔係睇唔到㗎。聽住有結果啊！嗱，首先咧，中國啊，嗱，即係而家你哋嘅左手邊嗰位咧，好開心嗰位咧，就有132分嘅。好，然後你翻嚟嗰陣啦。喂，我啲疊埋一齊都當啊！60、70、80、85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
你呢組係代表85。香咦，香港反而玩翻自己香港嘅節目，一半喎，得80幾啊？哇！你呢個咩嚟㗎？85分喎，好似。你行開，大家唔該，盡量俾後邊啲人睇翻啲嚇，好唔好？咩組嘅呢個？日本。喂，好難計分喎。喂，日本全部爛晒㗎，全部爛晒。大家計下，係咪好難計分啊？冇一個完整嘅，我都唔知點計啦。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、5個。喂，呢度跌咗3個啦喂。阿達，你走開先。6個、7個。就算啦，咪計啦，你哋。梗係咁計㗎。喂，2個鐘大兩，係咪買一個菜？79個咯，係咪大家？79分啦。係啦，阿達頭先名到咁犀利，但係其實都係79分啫。好啦，咁仲有邊一個啊140。佢就冇爛㗎。嗱，啲50啊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48。邊度嚟啊？邊度？喂，最後呢台係代表邊度㗎？係來自德國嘅。喂，德國組反而玩香港嘅係爆冷勝出喎，係有幾多？係100幾多？148分喎，力啊！中國隊130幾分而勝出嘅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！嗱，其實咧出邊咧，我哋仲有好多平安呢個山寨版平安包。